日系車喺緊急情況之下剎車，你一定會有驚喜。但係可以喺17寸輪毂上面安裝6號室，我同樣會俾你驚喜。大霸王原廠配備咗單邊單護室同埋288嘅細碟，剎車非常差嘅。咁呢次我就安排咗383嘅大碟啦，AP 嘅6號室剎車卡件同埋專用嘅橋位，以及剎車鋼盒。咁我哋依家馬上開工。